每一日都係一場新嘅旅程。7款怪異咖啡包為你嘅生活增添色彩與活力。一包怪異咖啡包帶俾你最純粹嘅咖啡體驗，最有力量嘅文字。只需半分鐘，濃郁嘅香氣就會滲入心扉。喺忙碌嘅生活當中，俾自己一個小小嘅放鬆時刻。無論係獨自享受，定係同好友分享，隨時隨地都能夠品味生活嘅美好。星期一至日，7種味道，7種態度，伴隨你開始每一日嘅旅程。Cafe at William， 為身體打氣，為精神加油。Cafe at William， 3月28至30號，鑽石山荷里活廣場，到時見。